真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3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引起香港反送中抗争的源头，是一个香港人伫咱台湾杀死伊的香港女朋友。这个命案的嫌犯陈同佳，今日会伫香港放放出来。咱陆委会昨昏有讲要派人去香港，甲嫌犯押转来台湾，不过香港政府拢无回应。结果香港政府伫半暝半发表声明，讲这是下境执法，无尊重香港的司法，因无法度接受。咱陆委会随应讲，假使若安尼，伊若是倒亡也是串证，香港政府就要负起全部的责任。另外，香港政府嘛讲，假使咱台湾要处理陈同佳来自首，就应该取消伊入来台湾的管制。针对这个讲法，咱内政部透早的时嘛发表声明，讲咱并无限制伊入来台湾，嫌犯若是有心要来台湾接受法律的制裁，是有法度申请来台湾的。日暗10点半，陆委会、法务部、内政部伫尾暗了第二遍开记者会，因为港女命案嫌犯陈同佳23将要伫香港被释放，港台政府开始行政停驶的交涉。今天下午，要求派员至香港带回嫌犯跟相关的卷证资料。我们发函至今已经超过7小时，但是港方迄今没有具体回应。我们陆委会再次呼吁港府要负起责任，积极回应我方的要求。进前咱方以政治操作为理由拒绝陈同佳来台湾，有院长态度大转变，希望派人到香港押解陈同佳到台湾。不过陆委会都讲得不到具体回应。港府伫咧23日透早0点25分就发声明，认为安尼是跨境执法，无尊重香港嘅司法管辖权，完全袂当接受。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建忠日回应，希望台湾莫互问题愈来愈复杂，用政治来看司法问題，就互人歹做代志。自願嘅，絕對唔存在咩坊間講，或者係有啲人講話被自首啊，或者係甚至乎你話係一個政治嗰個操作，因為通緝犯即係台灣方面係竟然係唔收咧，呢個係匪夷所思嘅，亦都係可以講係即係令人費解嘅。港府表示拒絕。陸委會23透早對此回應，若陳同佳就此逍遙法外，恐驚有盜亡、串證或者是消滅證據的疑慮，若造成這款後果，港府要負完全的責任。陳同佳案件將做引發香港反送中的導火線，港府甚至引用緊急法實施緊和民法。香港立法會第一遍開會討論修訂內容，不過保安局在咧會議上指講，報道影響香港的和平，引起反面派議員的批評，講港府想要操作輿論。拢無講香港警察嘅暴行。你而家立呢個蒙面法，根本上冇辦法將一啲所謂和理非同一啲你想要捉嘅嗰啲暴徒分開嚟嘅，根本做唔到呢一樣嘢。咁你係咪拉晒嗰30幾萬人啦？保安局局長有冇出嚟承擔過政治責任？保安局將會喺咧立法會審理逃犯條例恢復立法嘅時陣，正式撤回逃犯條例，希望反送中示威會當結束。不過經營對立愈來愈嚴重，短時間內恐驚無法度結束。記者綜合報道。針對這個案，兇手是香港人，防台死嘛是香港人。行政院長蘇貞昌當地立法院伊就講，香港政府應該愛進行審判甲追訴。即馬香港政府想要利用甲嫌犯送來咱台灣，和香港的送中政策合理化，咱台灣袂中計。香港凶嫌陳同佳第23就要出假，原意來台灣投案，但是率予政府監管，引發政府放棄司法主權的批評。對這點，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國會備詢的時，在咧受訪問甲質詢，攏閣再度表態，香港應該進行審判甲追訴，莫互同犯走來台灣，暗時要來做身體檢查。院長，你有講哦，你講這個非常的詭異啦哈，台灣絕對不會陷入大陸的圈套。過去攏一再甲講來，司法互助資料互還，但伊攏不理不睬，啊，太突然間，啊，即擺用變起來講，伊要甲放出來，啊，要互伊割底來。當然，後面有中國，同時企圖用送來台灣合理化它的送中條例，我們不會上當，但是我們還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夠回應香港民意的
要求对于反送中条例好好处理，不要借这个案政治操作。谢谢。被逼出进前，捌带北京政协香港性工会牧师管浩明拜会内政部长徐国勇的总统府国策顾问黄成国，第二日亲身出面陪会，讲若是知影讲有政协的成分，都袂见面，更加袂应战。会面的过程，管浩明确实有讲到丹东家投案的代志，但是徐国勇并无给予任何承诺。就很明确的表示说，这个部分还是希望说由有关部门跟香港政府直接谈。我有知道说他是那个政协的身份，我都不会跟他见面，不要说部长。他说进来就要抓，问题是陆委会跟这个移民署，他不给他进来啊，不给他签证啊，所以这个叫睁眼说瞎话。在野党批评民进党政府政治凌驾司法，讲的话颠倒是非，嘛批评黄成国是中共代理人。黄成国强调，对这个批评伊承担袂起，嘛无奈表示，管浩明是内心希望咱斗相共，想袂到伊的政协背景，却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总统蔡英文昨是强调讲，咱台湾将来都无放弃司法权，嘛批评香港政府若准家己无要介管，安尼世界大家拢会真头疼。一礼拜去中华两届，总统蔡英文拍拼辅选金镜基层参拜公庙，啊，不过对香港杀人凶嫌陈东家就要出架，敢要在台湾受审引发争议。蔡总统阁背回讲，到今拢无放弃管辖权，阁批评港府若是拒绝行使管辖权，各国拢会真头疼。我觉得这对香港长久来讲是不好的，因为香港人其实是到处去旅游，到处去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去哦。如果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发生事情，香港的政府还采取这样的态度的话，其实各国的政府都会感到非常头痛的，都会觉得香港政府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政府。2010民进党积极布局中台湾，嘛和基进党合作，专着杀立委参选人，并台中反转。这是重要的时阵，云林县议会副议长苏俊豪却宣布退出民进党，搁辞掉云林县2020蔡英文总统立委联合竞选总部总督导的职务，表示无认同民进党这3党内的同婚、一地一休等等的政策，是无重视基层人民实际的感受，嘛为选情增加变数。目前我们政党的一个主张的政策跟我们的理念如果不一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当选之后，跟他要一些争取一些经费也都没有，对，所以他也觉得我没什么影响，所以对他应该没什么影响才对。苏俊豪4当前和前县长苏治芬邀请加入民进党，被看作是下一届海选立委的明日之星。即马表示不再支持总统蔡英文竞选连任，嘛无排除转向韩国瑜。民进党云林县党部是表示尊重苏俊豪的选择，会依照程序处理。党中央是表示非常的遗憾，希望党内同志都能当坚持信念，守护价值。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是去家己造势，接受访问的时，伊是批评蔡政府讲要维护咱国家的主权，却拒绝单东家来台湾，根本是放弃司法权。另外，家己的乡亲是爱韩国瑜确实有选调，爱恢复家己水上铁路高架化工程。来家己水上乡上天宫参拜，支持者欢迎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嘛趁机会表达对中央拒绝家己水上铁路高架化不满，要求韩国瑜若是当选了后，爱推翻这个案件。铁路高架问题，我一定会纳入来研究。我们未来政治人物从2020年之后一定要改变，我们要以人民为本，不是以权力为本。韩国瑜答应讲会立即去研究，无够话讲甲真的。除了去庙里，伊阁坐船去体验捡蚵仔，嘛甲居民座谈。毋过去问到香港人单东家的案件，伊讲话煞雄雄变甲真来，批评民进党嘴里拢讲爱主权，毋过煞无愿意互单东家来台湾接受审查，等于讲是放弃主权之一的司法权。我们自己士林地检署发布的追缉令，然后我们政府现在来个你不接受他来投案，口口声声民进党最爱中华民国的主权。但是把主权最重要的之一司法权主动放弃，这个政府是没有办法被人民接受的。批评政府拒绝单东家会去予人民来受气。韩国瑜表示，透过座谈发现真侪农渔民有侪爱解决的问题，嘛考示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爱家己亲身来下讲一抓，莫干来用一寡数字来暗藏真相。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一件香港杀人案，嫌犯陈同佳想要来台湾投案，说可能互咱政府拒绝。这项批评讲是两岸的政治操作。台北市长郭文哲嘛讲，人要来台湾投案，却不爱放来，伊看无民进党在变啥。港路命案的嫌犯陈同佳想要来台湾投案，蔡政府拍算拒绝入境，佮讲港府是政治操作，恐惊会互台湾建立一种空格，引发议论。台北市长郭文哲讲，选举到啊，看无民进党在创啥物。我是看无啦，我讲，人要来投案，你也不来，我看无民进党在变啥样，我觉得。国民党就是批民进党不想要接受他，就是想要继续操作反送中的话题。那不操作很可惜啊，还是那个人要来投案，一直好投案，你讲我是看无这比赛棒，这有时候常常是这选举到哦，大家牙光起笑，你知道吗？郭文哲提英国人连去因案件，认为政府态度应该同款，面对刑案应该安怎办就安怎办，佮希望选举较早结束，无怪国家变做乱糟糟。安那郭文哲甲韩国瑜这几天互相口舌对方，相反幕僚蔡壁如甲王千秋嘛互相针对。和官行互相批评，那变做选举焦点。我跟韩国也不会什么互来，我只是讲话太实在而已嘛。我不会的，他也不会太会讲我坏话。民进党并区协甲部分区立委释出，郭文哲是党主席要抢权进党票，因为看到国民党主席吴敦义要直接拿赢部分区的安全名单，敢若是早就有话想要讲。唉，好了，好，这样，我来讲哦，这。好了，不要，我不可以，我要忍住，我不可以讲。安那郭文哲的幕僚蔡壁如伫节目讲，若是EQ满分是5分，郭文哲敢有2分。郭文哲讲，家己是外科医生出来的，面对生甲死，敢是目一年，本来就无啥物 EQ。记者综合报道。咱的调查局经过追查，发现有主持人史达制作一挂影片，在网络影片内底，拢伫咧讲咱总统蔡英文的假消息。嘛发现讲史达是中国官方媒体，所以嘛要求讲伊爱甲这名册顶头的影片摕掉，而且呼吁民众唔通乌白传假消息。还有去看一下有没有日本过来的钱。好啊，那有啊，你就听我跟你讲。伫并且家己翕的网络影片当中，讲总统蔡英文甲台湾出卖予日本政府，佮收日本的钱，甚至讲散播蔡总统开放福岛核实，将台湾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送予日本等等的消息，想要互网友就是讲是真的。调查局追查发现主持人史达根本是中国官媒的记者，立场甲观点明显无公正。收集相关的情资之后，如果有集体造假行为，我们会提供给台湾脸书公司，将这个他的账号把它下架。中共还是有很想方设法要影响我们明年的总统大选。调查局嘛呼吁个人卖转团，以免触法。不过中国网军一方面想要影响台湾的大选，中国20嘛举行世界互联网大会，号称有80个国家参加。学者认为，中国除了展现想要成做全球网络巨人的野心，加强网络监控的意图嘛真明显。你想要进来中国去做一些生意的话，他说你们的互联网应该要 follow 哪一些的这个规则，这应该是他的第一个目的。他们其实的确在言论自由啊，在处理上面有很多非常严格的规范。5G 的议题有很多都受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公司的影响，就是供应链受到影响。一方面想要跳脱前置的现况，网络控制来讲会更方便。学者认为，虽然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报告讲中国的网络自由度的评比是65个受调查国家当中上尾名，不过伫咧以美国主导的网络联盟世界当中，中国伫咧美中贸易战的压迫之下，其实嘛想要另外找路，就算可能讲是所谓极权同盟，嘛不要紧。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再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日本东京的龙岗大学研究团队伫猪屎内底发现一种新的肠癌病毒，无一般的病毒爱架伫咧假生细胞顶头蛋白质的外壳，可能是一种新型全新的病毒系统，有可能会改写病毒演进的历史。来看联合报。109学年大学个人申请甲原签推荐，为着避免亲像今年同款开选了后超过名额，昨昏有公布新的参考采用的学测每一科的组合，有151个系组有增加参考采用的科目。来看《苹果日报》，
月份这个月是国际反霸凌月，教育部有伫咧网站打出8张一个受歹听话、红叫歹听的名的制服的相片，嘛有找8个有受过霸凌经验的人来讲因的过去，引起网友的注意。嘛是霸凌的新闻，这是台中某一间实验小学，互家长投讲伊的囡仔有自闭症，伫咧学校内底，煞互老师带头讲歹听话甲霸凌，也毋过学校这边公布。摕到一大沓的资料，校方一直强调，叫因拒绝入校的小孩比无适合这间学校的实验教育。他是没有办法到学校，到教室里面班级上课的。如果可以说再安排他孩子到更好的学校去试读的话，他的成长的黄金期是更能够得到相对的帮助。老师讲，囡仔有轻度的自闭症，家长如果误解实验小学的教学方式，伫课程面顶无哈得来配合团体，但是家长向台中市教育局来投诉，囡仔今年读到2年已经换到第3间的小学。才读到第3礼拜，就互人拒绝继续读落，而且老师佫带头语言霸凌，对这个问题校方是否认。在要求这位小朋友的话，小朋友他的一些他自然而然的特质的反应就会跑出来，就是有一些骂小朋友的一些话语跟一些不雅的那种吐口水的动作。对校方的讲法，原本中部办公室主任表示，伊看过影片了后，认为老师对一般学生拢无应该安尼讲话，更加是叫人鉴定出来有轻度自闭症，但是会用入去普通班级的囡仔。囡仔行为有一部分是无友善的环境所造成，并用班级的经营来做借口。假设一个学校是有特教班，或是辅导室有特别的特殊教育的人力的时候，都是可以进入帮忙。那如果学校这边有需要的话，其实应该要跟教育局这边做密切的接洽。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请大学去学校了解，若是违反教师法，将会依规定来召开科技会、甲教评会处理。而小孩比嘛已经转学到另外一间新的学校，家长嘛向教育局提出申请特教的助理，陪囡仔来读册。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13号公布，今年度大学的科学甲研究所增加也有减少的统计，而且嘛讲明年一般的大学会加设97个系，嘛有59个系要停止招生，阁有48个科系要撤销。考虑到学校整体的发展，大家大学当年拢会当甲教育部申请调整系组。教育部上新的统计指出，109学年度一般大学加97个系组，调整48个系组，停招59系组。裁掉48个系组，2000外个系组学程内底，停招甲裁掉的比例是3.79%，机制效应停招系组145案是这几年来上侪。教育部强调，系所停招也是裁掉，拢有过渡期。跟学生跟老师沟通，才会函报到教育部里边来做申请。它比较是因为学校的整体规划去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去做一个调整。用私立中华大学来讲，有系组伫7、8年前就停招。在学生已经全部拢毕业，所以提出要裁掉。考虑到未来找头路的能力，停招公设顶11个系组，新开景观建筑甲观光，阁有会展活动等等的系组。校长刘维基认为，这简化是事实，私立大学爱找出特色，才会当继续经营落去。我们学校做的调整，我们所有老师全部留下。那我们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的生质比也可以下降，人们可以跟公立学校竞争嘛。由少简化上明显的是冲击到偏远的私立机制效应。有私立科大校长建议讲私立科大应该爱共步减少。教育部是回应，会按名额调减规定，公私校拢总适用。加上公私立招生的名额比例也阁有差，目前暂时无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水气有比昨昏较高。东北部山区有小范围的低降雨，花莲、台东不时嘛会喷雨手。咱来看云图，受东北风的影响，今日透早清晨的时，应该嘛是感觉有淡薄仔凉冷。今日各地低温是19度到22度，日时伫北部、东半部高温是27度到29度，中南部高温共款有30度以上。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甲前几日差不多。乡亲爱会记得读衫。来关心咱国内出现头一个肠仔病毒重症死亡的案例，是一个住伫南部才1岁的查甫囡仔，对破病到过往敢若3天，而且预防袂到的是上来的肠仔病毒70以上。
在高雄一岁10甫囡仔，顶个月2日因为发烧含吐去诊所看诊，过两天无较好，佫去另外一间诊所，嘛是无改善。28透早，10甫院皮皮喘，活动力下降，被送去医学中心挂急诊，发现已经并发肺水肿和心肌炎，抓紧带院，但是急救了后，嘛是因为心肺衰竭死亡。这是今年头一个肠仔病毒死亡的个案。这就是到急诊就医治疗之后呢，是发现说他有发生肺水肿跟心肌炎，然后并发休克这个情形。那当时呢，就是赶快进加护病房继续治疗。那不过因为后来病程变化的太快速，所以在急救之后呢，还是很遗憾的不幸的过世。疾管署追踪检验员10甫院的兄哥伫9月初毛肠仔病毒的症状，但是兄弟仔发病的时间隔3礼拜，无法度确认是毋是有关联，嘛无排除10甫院是伫公共场所去画掉。疾管署表示，感染肠仔病毒71型的5岁以下幼儿，真容易引发重症，病情搁紧。今年以来已经累计50个肠仔病毒并发重症的个案，8成拢是肠仔病毒71型。肠病毒71型是各种肠病毒当中最容易引起幼儿死亡的病毒，主要是有可能侵犯脑部引起脑炎，或者是引发心肌炎等等，那导致心肺衰竭。所以这个71型流行的这个期间请家长还是要特别注意。根据疫情监测，顶礼拜国内肠仔病毒门急诊人次已经比前一礼拜降7%，有了要到11月中旬了后，才会当脱离流行期。疾管署提醒，大人卖胃着肠仔病毒，但是一般无症状，所有可能为何处理的囡仔，提醒家长甲囡仔拢爱食洗手。万不离囡仔胃着肠仔病毒，并且有意识无清楚、人亚线，佮一直吐这款重症的前兆，都要紧去大病院治疗。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进前才有人因为甲火箭弹切开风弹死，昨昏渔民搁伫外海捕到一粒140公分无爆炸过炸弹，入港了后赶紧交互军方。军方讲这是较早的，而且生性较真严重，所以暂时无危险。迄阵甲被爆弹吊挂起来，工作人员真细致，甲伊放伫大溪渔港的码头。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随伫现场救封锁线，甲被爆弹甲附近的民众分开，而且通报军方被爆弹处理小组来处理。这已经是宜兰最近第2件捡到被爆弹。大概在我们大里的外海，那船长表示说，详细几海里他无法明确肯定。他是拖网拖起来的，拖网拖到的。这粒被爆弹有140公分长，外观是生性甲真严重，差不多有加水桶遐尼大。当地渔民早起出海作业的时阵来捕到，下晡2点正港通报海巡队，目前暂时放伫咧离市场敢若20公尺的所在，不离个那就无去影响到游客，还有居民来买鱼货。但是海巡署的人唔敢结合防，就伫咧现场来顾这粒被爆弹，因为宜兰警方渔港才发现4个老大人意外来测2.75寸的火箭大蛇来死去。可能是什么样的炸弹？炮弹。这个可能要问一下那个未爆弹小组，因为这个子弹详细的来源跟规格。陆军第6军团指挥部表示，被爆弹的处理小组已经去处理，初步鉴定是早期留落来的弹体无危安的问题，已经启动去废品区来保存，所落来照废弹处理程序来甲伊处理掉。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的警察局伫9月份发现有人甲化骨水乌白倒伫咧溪仔边。另外，新北市的环保局嘛抓到一间非法伫炼阿鲁米的工厂，恐惊有毒的物质早就拢排出去啊。装着不明液体蓝色的桶仔被乱弹，现场还有臭味。环保人员穿着防护衫，正细腻采样。初步检验内面装的竟然是氢氟酸，也就是俗称的化骨水，毒性正强。万一若流出来，流入去3公尺外的红山溪，效果是不堪设想。新竹县警局伫咧高级有接到报案，最后是拘提2名嫌疑人，并且经过法院裁定羁押。那我们并且有越区到这个桃园地区去查获，包括堆高机跟大型的桶装的储藏的有机容器等等。这个空拍机所翕的厂房是伫新北市五股本所山内面的非法炼阿鲁米工厂，地点正稳密。虽然业者讲只是仓库无生产，也阁有烟筒有设备。新北市环境稽查档案组用空拍机缩时摄影，搁伫现场埋伏2礼拜，用地显相机量到用阿鲁米的作业区，温度有到摄氏280度，看起来排放有毒的废气已经真久啊，严重破坏空气品质。它上面常常附着非常多的一些其他的杂质物质，那在炼制的过程当中就会变成废气排放到我们的空气中，比如说像味道它会非常的臭，那也有可能有一些其他有害的空气污染物，例如戴奥辛等等哈。
因为最近非法炼阿鲁米的工厂并无领固定污染源的设备加操作许可，伫查到了后，环保局命令业者立即停工，会当移交空污法、相当罚2000万。记者综合报道。体坛大车饼，咱来去看桃园的全运会。男子体操个人全能竞赛，完美王子李志凯以84.05分的总成绩摕到金牌。跟随招牌头马式回旋，李志凯则伫咧世锦赛得到阿妈的银牌，休困无几天，佮参加全运会。男子个人全能竞赛有15位选手，李志凯上主要的对手是同组穿国家队队衫的世锦赛队友唐家宏、尤兆辉加齐炳谦。前5项地板、鞍马、吊环、跳马加双杠比赛，李志凯是领先，唐家宏排伫咧上后壁，伫咧上高的单杠摕到15.150的上冠军。主要还是我的弱项鞍马跟双杠，回去也有讨论，就是未来就是可能这2项要去加强这样。男子个人全能最后李志凯以84.050的成绩完成3连霸，加金牌留伫咧桃园。接下来的话就是真的继续备战那个东京奥运，对，就是为了2020继续奋斗这样子，也是希望可以把自己的实力水准再提高一点。从6.5跑到6.7，这9个月都是在跑这些。我觉得他的抗压现在非常好，他看到越强，他也是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不怕这个，就是继续要保持热度，然后在世界上面还是要有知名度。伫全运会了，已经为台湾伫咧东京奥运抢到4张男子成队奥运门票的国手，另外搁在强化体能累积实力。李志凯的教练林玉成也讲，已经让李志凯开始练困难度6.7的动作，甲其他国家一流的选手来拼输赢。记者综合报道。嘛是比赛，这是2年一摆的世界造棒比赛伫法国举行。咱台湾前2届拢摕到冠军，但毋过今年真可惜，无完成3连霸，只摕到第2名。2015加2017的世界面包大赛，台湾代表团拢摕冠军。今年2019世界面包大赛伫法国南德举行，由王鹏杰教练带队。尤东军加柯耀贤2位面包师傅代表台湾参加比赛。Japon, Taïwan qui a gagné 2 fois, la Corée qui a été championne du monde. Pour nous, c'est bien de faire partie de la fête. C'est une grande fête et c'est bien de le donner hors frontières. 各个面包师傅徛几排，把水加入去面粉内面，拿做面粉丸，然后搁再拧做长条形。每一个师傅拢有家己的手势。来自台湾的师傅用原住民传统的道庭，搭配着咱国国球、棒球的元素。这是这届咱国代表团所做的艺术面包，希望会当甲今年的棒球亚锦赛同款摕冠军。不过真可惜无完成3连霸，只敢拿摕第2名。伫咧过去几届，咱国的国旗拢伫咧会场出现。今年台湾队突然间被通知，因为中国纪录片向大会抗议，主办单位为着要让比赛顺利进行，禁止选手下国旗。不过教练团队知影了，随站着国旗到现场为咱国选手加油，让选手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电风上头，咱来关心苗栗国民党的立委陈超明，昨昏之期就好保育团体利用就好火车教室在做文章，限制苗栗发展。也毋过保育团体讲这是抹黑，爱一回事的。咱老师引导的桂金园就伫咧苗栗岛南到32的苗艺术矿线道附近，也是就好落实频率正悬的热区。伊像比较远的岛南就好公园讲，家乡的发展毋知要等到什么时阵？伊认为就好是毋是存在比袂着经济发展？15啊，大家都抗议啊，做什么都做不得啊，一直说啊。要开发这个，一说啊，这里15住的，那15住的，哪里来的15啊？哦，没有啦。伫咧种花草的林先生，希望伫咧保育就好的同时，也让兼顾地方的发展。人类跟动物本来就同样栖息在一个地方嘛，所以这是互相的啊。当然是爱互相考虑啦。国民党立委陈超明伫立法院质询时阵，伊讲怀疑就好落实是被炒出新闻，同时也问行政院长苏贞昌，新竹科学园区是毋是有因为就好停止开发？
15干的爱多都表了哦，乱来啊！农民不能因此他受害，所以我们用经费来研究。其实现在很多方面已经了解了。石虎保育协会发表声明，讲刘伟丹超评暗指石虎落实是人为操作，是对苗栗县政府第一线处理人员加保育团体抹黑，要求伊道歉。跟石虎或者是跟任何人有任何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所以说，我觉得这样子用仇恨言论，然后想要把自己既定错误有没有去传嫁给其他人的行为，我觉得是很可耻啊。协会讲，苗栗几路件大型开发案的环评差不多拢过关，有一寡企业努力伫咧建造就好宜居环境，认为影响苗栗超过30年的政治人物，这是阻碍地方的发展。经调目前公部门已经甲民间团体合作，营造就好甲人类友善共存的环境，希望双方莫阁对立，创造地方发展甲就好保育的双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世界展伫屏东举办，主要的展览场是利用超级市场做主题。大卖场内底塞车摆几排摆一抓，有500公尺长，做伙来看。一台搁一台车，毋是互人塞伫涂骹行，是家己伫咧空中咧走。暂时普通的超市，则是台湾世界展的主展场——世界超市。由布袋戏老师傅向龙恒团长吴英兴发挥伊设计戏台专长，为传统下到现代设计，以克服技术的困难，完成分销推车这项任务。我本身在做布袋，甲这布袋先工，因为我有那布袋车，我有申请专业舞台。推车动的原因就是利用轨道，上电梯轨道。轨道去它能分享平，这莫大，会当去接着轨道使用的电。规个展览场500公尺的轨道顶悬，总共有53台车，其中15台有装莫大，都亲像是火车头同款，带动后壁的车向前行。吴英兴讲，伊当初接这项工课，敢若有一个条件，就是布袋戏有演出的时阵，伊就要先来演布袋戏，无法度一直站咧现场。也毋过，伊总是会找出时间，无论是早起也是暗暝，定来到分销推车现场来顺看看咧。像我也是设计出来，互咱遮的民众，大家来做伙来看这电视，大家欢喜，咱也是欢喜。吴英兴表示，这边用传统艺术表演舞台基础来设计分销推车，伊感觉真有成就感。这边的台湾设计展，因为有台湾各领域专家的参与，甲台湾的精神嵌入来去现代设计，表现出特殊的文化景观。记者综合报道。婚林卖寮伫清朝是贸易重要的港口，即马卖寮街路也有保留真侪历史性的建筑物。卖寮文化协会甲乡亲合作，保存当地故事，要互卖寮的故事代代传落去。变出一张一张的老相片，这是较早婚林卖寮街路的模样。时代变迁，卖寮即马已经无亲像因过遐尼闹热，也毋过街路的老建筑也搁伫咧。为着保护这个土地故事，就安尼强放袂记伫。卖寮文化协会用行动、用故事的导览，互大家了解这片土地。通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知道，其实麦寮是一个充满人情的故事。那也希望更多人来这里去寻觅早期台湾从麦寮发展的历史点滴。那从这一些老故事，希望让我们麦寮看到更多你们不认识的在地。卖寮开发了真早，伫咧清朝康熙的时阵，才已经是贸易的港口。伫即卖的卖寮街头，可会当看到真侪50栋以上的建筑，每栋厝后壁拢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那我的爸爸呢，就分到后面。那现在呢，2个人拆了，就把后面那个搬到这边来盖了这个房子。那这个橙色的木头就是最老台湾的这个祖先，就是这种的风格。我到第号栋洋房啦，已经有100几栋咯，全即摆拢较无咧做。卖寮文化协会和地方的居民合作，保留地方的老物件，学在地故事。
伊嘛和学校合作，甲地方的人文风景讲互学生啊了解。若是当甲未了的文书资源好好啊整理规划，未了嘛是一个真有观光潜力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无共款的年代，囡仔耍的佚佗物仔拢无共。我恁即马有一搭当地展出古早佚佗物仔展览，咱来看50年前、半世纪之前的囡仔拢在耍啥。厝仔内底规排的大东翁仔，可能会互真侪大人感觉真怀念。毋过，即马幼稚园的小朋友可能拢毋捌啦。这是婚礼的二手玩具屋，当咧展出怀旧囡仔耍展。来参观的囡仔看到感觉真新奇，家长甚至是阿公阿嬷来看，拢会怀念囡仔时，都真像是加入去时空的崩坑共款。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因为可以玩玩具。很多很特别的玩具，对不对？对，就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以前没有看过的，就是比较怀旧的感觉。对，60年代台湾五股泰山是世界的囡仔耍工厂，出产真侪铁仔做的、塑胶做的囡仔耍，伊用无虾米电子的佚佗物，毋过囡仔发挥家己的创意，无用电动的成功效果，拢会当升级变过。那我们这个刚刚讲的由来就是跟玩具去做串联跟组合，现在都是电子产品嘛，电动玩具啊，以前资讯没有那么发达，大部分都是透过木做的玩具啦、塑胶的玩具、铁皮的玩具去动手做去玩这样子。我们二手玩具屋在县内一直很希望可以推广各类的这个亲子游戏、游玩玩具的一个文化。全台湾的一些我们觉得指标性的收藏家，请他赞助我们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怀旧的商品，在这边展览。婚礼二手玩具屋的怀旧囡仔耍展，毋但展出古早的收藏品，现场有真侪活动，甲大家做囡仔耍，各种精彩内容，都是要和大家做伙甲囡仔时阵的快乐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日本天皇德仁昨昏中昼举行继位典礼，宣布日本第126位天皇正式继位。豆豆家人掀开身穿日本红袍的日本天皇德仁，徛伫宝座高御座正直，接受宫内厅的官员鞠躬行礼，准備宣誓即位。先に日本国憲法および皇室典範特例法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皇位を継承いたしました。ここに即位礼正殿の儀を行い、即位を内外に宣明いたします。德仁伫今年5月登基了后，这个月22号举行即位大典。虽然天气受到风台影响，一直落雨，希望无法度阻挡热情的民众的欢迎。沿途戒备的警察超过25000人。ここに国民の幸せと世界の平和を常に願い、国民に寄り添いながら憲法にのっとり、日本国および日本国民統合の象徴としての務めを果たすことを誓います。除了日本皇室成员以外，日本进前的首相甲海外差不多190个国家地区的贵宾，包括英国查尔斯王子、美国运输部长赵小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甲台湾驻日本代表謝中廷拢出席观礼。ご即位を祝し、天皇陛下万歳！万歳！万歳！第一票下了后，日本第126个天皇结束了即位大典。原本要举行的祝贺御礼之仪，因为受到风台影响，延期到11月10号才举行。记者陈世龙报道。接下来看英国脱欧又出现变数，英国首相强森的脱欧协议法案今日伫咧国会二读有通过，不过立法的时间表表决了后并无通过。议场内传出反对的声音，议长赶紧维持秩序，准备宣布表决结果。不过结果又搁互首相强生真失望，因为虽然国会二读通过强生版本的脱欧协议法案，不过伫咧立法时程表的表决以322对308票否决这项动议。Mr. Speaker, I must express my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House has again voted
for delay rather than a timetable that would have guaranteed that the UK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leave the EU on October the 31st with a deal. 强生讲，国会固作通过立法时程表，和脱欧如果陷入无确定性，那么只好等待后面回应，是毋是要和英国再度延后脱欧？在此进前，也暂停立法程序，伊伫表决前捌警告，若是表决无过关，也推动提前大选。强生本来是打算2月要将脱欧协议法案摆入去议程表决，不过议长贝尔考因同一个议案伫同一个会期未当摆入议程讨论两边的议事规则法案。和强生这个人启动美计划，按照顶礼拜六国会通过莱特温修正案，赶紧推动脱欧协议的配套法案过关，不过也是踢到铁板。反对党共党认为，强生要求国会在第一时间内完成法案立法，根本无可能，表决无法度过关是首相家己做得来。后边是讲，一旦英国通知后一步的决定，就是毋是会让英国将脱欧期限延后到2020年1月30日。过几天就答案。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在美国有超过40万人因为食伤济亲像鸦片这款效果较强的止痛药啊，全死去。纽约甘乃迪机场海关人员带一道到检查包裹，看是毋是有毒品加鸦片类的药物芬太尼。这每天有自世界各地来的上百万的邮件加包裹，若发现可疑的物件，海关人员就用镭射来侦测，或者是用刀啊挂开用目睭看。不过正细腻，因为这种芬太尼若吸到几毫克，就可能有性命的危险。It's not an easy task interdicting something like fentanyl, a narcotic like fentanyl, in the male environment because it can come in very small quantities. It's not like heroin and cocaine where you're dealing with 5, 10, 15, 20 kilos.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类鸦片的止痛剂，比吗啡的效力高50到100倍。在美国，这个人批准用在咧癌症等疾病所引发的严重的痛痛。不过，尾也被滥用。官方统计，在去年全美国有32000人因为使用鸦片类药物过量而死亡，20年来也有400万人因此死亡。美国歌手王子罗杰·尼尔森2016年就是服用含有芬太尼的假药啊过身。去年美国海关所查到的非法芬太尼有985公斤，比2013年只敢无到1公斤，恶化程度正紧。这款芬太尼自倒来的，除了自中国、香港的网络乌街当直接买，因为伊的制造成本只敢海洛因的1/10，只要3000到5000美金，自中国买1公斤的原料，就让家己做50万粒的强效药丸啊！伫咧美国会让卖150万美金，利润正惊人。墨西哥的毒贩自2005年开始也伫咧制作。即马美国墨西哥边界走私的芬太尼数量已经是全美国走私的第1名，和美国缉毒单位是正头疼。Their heroin, the main heroin that was being produced in Mexico, wasn't as strong as Colombian heroin, right? So they wanted it to be much more stronger. So they started adding the fentanyl to the heroin to make it stronger, to push it into the United States. 除了严格对掠走私，要怎防止因为服用芬太尼所食到的变严，也是美国当局爱处理的问题。这场对付鸦片类药物加毒品的战争，美国拍了50年，到即马依然也未结束。有关人员讲，这是一场爱投入国家侪时间加资源的长久战争。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韩国两国最近因为慰安妇的问题，两边的关系真紧张。没想到即马连日本的服装品牌 Uniqlo 来插一卡上新的广告，引起争议。How did you used to dress when you were my age? I can't remember that far back. 98岁美国时尚天后艾瑞斯·艾普菲尔，甲13岁服装设计师罗杰斯，两个人伫广告内最近穿着日本服装品牌 Uniqlo 的衫伫咧开讲。不过，这段看起来敢若无啥争议对话，所因为离无翻译的关系，伫咧南韩引起争议。原因是最后一句，我袂记遮尔久进前的代志。不过，伫咧韩版的广告内被翻译成做我哪会记得超过80年前的代志。真侪南韩民众认为，翻译跳工讲到80年前，是有强烈的暗示，因为迄当阵正拄好是1939年二战期间，日本大量强征南韩的劳工甲慰安妇。伫即句话就是咧靠实因控诉日本当年种种暴行的证词是不可信，正无妥当。
有南韩的大学生甚至特别制作模仿广告的19秒的短片来反击，严肃的传递这款受害者永远无法度忘记的当年的痛苦记忆。为了要安打南韩民众的不满，Uniqlo 已经伫咧电视甲官方的 YouTube 甲即个伫咧韩国放无讲1礼拜广告贴来，也澄清翻译所讲到的80这个数字是广告内面2个人年纪的差距，也是要传达 Uniqlo 的服装是老人囡仔拢适合。尤其广告也是向全世界24个国家保护，并无针对任何国家或者是任何的历史事件。不过半夜也是有不满的南韩民众伫咧 Uniqlo 店门口抗议。目前 Uniqlo 伫咧韩国总共186间店，最近几个月因为日韩两国之间的历史矛盾甲贸易战，一直互当地民众抵制买去买。这边经济应该阁会打击 Uniqlo 伫咧南韩的销售量。记者综合报道。今头等下过来生活宝贝啊，若讲到注射，囡仔住咧妈妈好加减拢会惊。毋过伫咧高雄的大东病院小儿科，因甲注射间啊改做囡仔的佚佗物仔的房间，真正有影有真侪囡仔人较毋惊注射。便若看到护理人员摕射针，囡仔人就会开始哭。家长甲2个护理师做伙斗相共，拢无一定会当成功。为着要囡仔感觉讲注射无遐尼恐怖，医护人员甲注射室设计做趣味的乐园，囡仔人入去内底了后，会当先体验投篮球、钓鱼，互血更放轻松。所落来坐起哩真侪佚佗物的注射台面顶，护理师伫另外一边来甲因注射，囡仔人去互佚佗物射过去，就会当顺利来注射。就算讲是要替红婴仔注射，嘛用吊伫天顶的佚佗物来甲因射，互过程会当更较顺利。1年实行下来，我们小朋友的成功率6岁以下都是大幅的提升，现在可以提升到大约70%左右的成功率，那有高于全球的平均数字是大约60%左右。病院统计，过去要替囡仔人来注射，囡仔哭的时间平均爱34分钟，使用囡仔注射台了后，哭的时间就降到5分钟，而且6岁以下注射的成功的几率，嘛比全世界统计数字更较悬。不过，这个设计感受上深的绝对是家长。有妈妈就讲，这个注射台真正是减轻伊真侪压力。另外一边，你知道是做什么吗？打针。那你现在玩游戏会害怕吗？不会，因为可以玩这个。他只会觉得那凉凉，他要讲，但是他没有很抗拒，也不用说要去压他，因为他之前打针是需要压他。病院表示，囡仔专门使用的注射台，还有另外一项会当轻松甲囡仔找到血管的注射护具护目固定器，拢是病院内底家己发明的，目前已经伫申请专利。若是囡仔注射台，目前伫儿童病房来使用，未来嘛推送去门诊来注射，互囡仔袂阁感觉注射是足恐怖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咧透东北风，花莲秀林风背山介严重，花莲县府分12000个水暗，冒派夜水车，望讲会当减挂营业。每年10月到过当年的3月是华东地区东北季风上强的时阵，这个时阵若是好成大数，东北季风就较会起营业。这款情形伫花莲秀林乡的立武溪、甲吉安乡的花莲溪出海口上严重，甚至讲影响到学生囡仔上课外体育课，呼吸会不顺畅，然后又会引发气喘等情况。哦，那么严重啊！所以你一直都在戴口罩吗？看情况啊。室外的一些课程，没有办法上的就会马上暂停，回到室内去上。为着要降低营业对民众的伤害，花莲县政府发12000块的水暗，予秀林乡、新城乡的民众甲学校，各项民间企业合作，派转水车转水降营业。口罩发送到秀林国中、国小还有富士国小的学生，保护我们这个学生还有当地居民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安全。东北季风好发的期间，大概通常是1天到2天左右，然后我们一天洒水通常都会上午、下午各2次这样。花莲县政府强调，目前已经伫咧开营业的好传递是做平田的水务工法，加上收准工停了后，会当大大减少风背山的情形。这段时间，敢会当随时监控东北季风预报，用水暗甲转水降低营业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减用塑胶袋会当保护地球，绿色和平嘛公布咱台湾企业减用塑胶袋的表现。到超商拎一杯咖啡、买便当，或者是去大卖场买熟食，或者是生的食品，常常看到一介性塑胶的包装甲物品。为着要检视台湾小卖通路企业减塑的表现，绿色和平替9大的企业来拍分数，以减塑政策、减量行动、创意甲创新、资讯透明4大面向，总分100分。结果上悬的是全联得到22.7分，上低是美联社得1.1分。
没有一间超市它可以得到一个合格这样子的表现。对于这样子的结果，绿色瓶其实是感到相当忧心，在台湾整体的减速上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拍分数的比例，绿色和平表示是参考欧美办公室的标准。而英国正认真咧推动减速的冰岛超市，而因的评比当中嘛无达到入格的60分。这项评比显示，若企业积极减速，但若是以其他的材质来取代，不管是纸或者是生物会当分解的塑胶 PLA， 嘛真歹得到高分，因为无减少一届性用品的用量。这样子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短期，非常。他们应该是可以再做出更多可重复使用的这样子的替代方案。真侪一届性的包装是为着食品卫生，免全减量卖用，搁来兼顾着食品的安全，并不简单。绿色和平呼吁企业设法为供应链来调整。记者林俊明、陈碧如台北报道。家己有一个歌舞团，名号做“追梦者”，因伫咧歌舞界有名声，摕过真侪冠军。下午10点，青春咱的帮的节目来看因的故事。Breaking 就是咱所在地板动作霹雳舞。2024年巴黎奥运组委会向国际奥会建议，把 Breaking 加入奥运的比赛项目。追梦者以 Breaking 征战国内化，也定期办城市汉会战，用比赛的方式大家互相对战。以前人家一讲说，哦，你要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话，嘉义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资源。我就会心里想说，你怎么知道？台湾最强的舞团基本上就是逐梦者。讲到这一点，我会特别骄傲。对，就是因为我是比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才得到今天这个样子。追梦者认为 Breaking 是运动加艺术的结合。舞团的成员平均年纪25岁，跳舞的经验有10几年。因为坚持以跳舞做职业，经历过父母的无谅解加解散的危机，怎么个做伙跳？像篮球，其实讲真呢，伊比跳舞较歹看吧。跳舞的时候，伊的花样较侪，是安那这两个差较侪，所以我就想讲，要甲像跳舞变做篮球，无就拳击这种模式安尼。追梦者因的目标是将 Breaking 职业化，怎么这项运动有可能成为奥运的比赛项目？因期待未来 Breaking 的舞者会当亲像 NBA 选手同款，创造属于 Be Boy Be Girl 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金门古宁头战役70周年，在金门的古宁头战史馆嘛特别举办纪念特展。30多年，最近他修复好了以后，就焕然一新，叫做妙手回春。画家罗武雄讲起，在民国73年金门古宁头战史馆成立之前，伊接受国防部委托创作一幅长8公尺、宽2公尺，描写在战争之前国军在金门海湾的沙部队，并搁会踏沙包、乌狗啊，准备战争正紧张的气氛。我现在77岁。当时奉令来画这个的时候才42岁，我一生大概也不可能再画这么大的画。81年，这幅画已经有35年的历史。这几年来，官方也邀请专家来进行修复。修复师过工送讲，这幅真币的油画，因为伤过大幅，所以只会当现场来处理。当初使用的是正靠画布，原料等等先天的条件真好。这幅画只有淡薄垃圾、生果、垃圾，所以修复的重点是清洁。用小格子一块一块的去把它清干净。那不管是灰尘，不管是霉菌，还有一些白雾现象，我们就透过慢慢的清洗。那有一些是用到药水。以一张画的保存来讲，这个都可以超过100-200年的保存岁月。画家真感动讲这么看起来等到像当初打画好同款，伊嘛望讲这幅画会使继续传染游客。登去到民国38年，迄场牺牲真济并过也毋过咱取得胜利，保障金门，嘛奠定台海70年和平的关键战役。记者综合报道。智能真悬的海底海岸有外巧，有人翕到一阵海岸，做伙对鱼仔沉步泡，再甲鱼仔烤起来，因则浮出水面，甲鱼仔吃掉。来看规个过程。对空拍画面看到几多只海岸。自起波形成的鱼竿内面冲出来掠鱼食。原来这个坡是海洋伫咧水底一直喷出所形成的，因分工合作，伫咧一阵浮游生物或者是规定鱼的边啊，最近一直喷坡，用这个坡变做一个圆网，甲要掠的物件箍伫咧中，搁甲这个网慢慢缩小，
所来喙开开，做下骹冲起来就当食到。The footage is rather groundbreaking. We're observing how these animals are manipulating their prey and preparing the prey for capture. 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伫咧阿拉斯加东南外海翕到一寡正罕见的画面，透过空拍加水底摄影两个镜头，会让更加清楚知影因是安怎做的。So basically, we have two angles, and the drone's perspective is showing us these bubble nets, if you will, and how the bubbles are starting to come to the surface, and how the animals then come up through the bubble net as they surface, while the cameras on the whales are telling us from the animal's perspective. So overlaying these two data sets is quite exciting. 真侪专家相信，整顿你的头脑，只敢若是人甲猩猩。做一寡海洋掠物件这个方法看，有影是真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各日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9度；外岛是20度到28度。感谢收看，明仔载同这时间，咱再会。